作為牧者，我經常都諗點樣將上帝嘅愛用最純粹、最貼近細蚊仔心靈嘅方式傳遞出去嘅。咁呢個真奇妙系列咧，正正就係咁樣嘅禮物。佢以小朋友能夠理解嘅語言同埋圖畫，溫柔地述說信仰裏邊最核心、最美好嘅故事。呢套書嘅精髓就係在於佢能夠好自然咁樣引導小朋友進入信仰嘅對話。當父母陪伴小朋友翻開每一本書嘅當中嘅時候，咁嗰啲關於耶穌、關於祈禱、關於復活盼望嘅故事，就唔再只係知識，而成為家庭裏邊溫暖嘅記憶同埋分享。咁呢個係信仰傳承最美好嘅畫面，喺愛同埋陪伴之中，讓小朋友初次體會到上帝嘅同在。我特別欣賞呢套書嗰個真奇妙嘅視覺，佢並冇將信仰簡化為抽象嘅教條，而係帶俾小朋友一齊發現、一齊驚嘆。呢種對世界、對生命、對上帝創造嘅驚奇感，正正就係小朋友靈性最自然嘅流露。誠意向各位家長推薦呢一套小書，願佢成為你哋屋企裏邊親子靈修嘅美好起點，讓信仰嘅種子喺愛同埋奇妙嘅澆灌裏邊悄然生根。